喎，緊張喎。喂，Hi，啱先準備緊今日啲內容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內容。我係 Ling，唔知道你有冇經驗試過就係裝修完之後覺得屋企好似新淨咗，但係就硬係爭咁啲嘢。俾3秒大家諗下，答案就係生活感。可能你會話我住咗入去就自然會有啦。係的確，但係生活感都有分好多種。如果你係本身冇留意，或者係你有唔好嘅習慣，就會將呢啲氛圍慢慢咁樣被打破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簡單但係又有效幫助你將屋企嘅氛圍去提升嘅方法，唔使麻煩師傅，輕鬆搞掂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 第一點就係唔好諗住用一盞吸頂燈去諗住打光你成間嘅屋企就算。如果你屋企係已經裝修好，或者已經住咗一排，又唔想花好多嘅錢去重新搞過，咁可以試下買幾盞有氛圍嘅台燈或者係企燈。呢啲燈都比較方便，唔使再安裝，適合我啱先講嘅情況啦。因為空間嘅照明其實係分3種類型：基礎照明、重點照明同埋氛圍照明。第一種基礎照明嘅 Ambient Lighting 咧，就係呢個空間裏邊佢一個環境嘅基本嘅照明啦，亦即係大家翻到屋企嘅時候，一開成間屋企一覽無遺咁樣睇到晒啦，照亮晒成間屋企啦。嗰盞燈就係啦，但係嗰盞燈就一般嚟講就冇咩氛圍啦。咁第二種咧就係重點照明啦 ，Test Lighting 啦，或者叫做工作照明啦，就係一啲係俾你喺屋企度做特定工作嘅照明嘅，例如係煮飯啊、讀書啊、工作啊咁樣。呢啲時候你都可以用到更高專注力同埋更高嘅 lux 嘅照明去做嘅呢啲工作，你通常係需要。第三種就係氛圍照明啦 ，Ambient Lighting 啦。就係一啲可以令你空間更加有層次嘅，突出你想要俾人睇到嘅嗰件物品嘅身上嘅燈啦，例如一啲藝術品啦、你嘅愛好啊，同埋一啲畫啊、植物啊。如果一盞好嘅燈咧，唔單止可以幫助你工作，亦都可以有效咁提升你屋企家居嘅一個氛圍。燈光喺屋企入邊扮演住一啲好重要嘅角色，所以我打算之後咧再揾一集，重點樣同大家分享下燈光呢個部分。咁第二點就係掛畫啦，一般可以揀翻啲自然風景啦、植物啊或者抽象幾何設計嘅。如果你本身係有玩開攝影嘅朋友咧，就可以掛翻一啲你自己覺得影得唔錯嘅照片啦。咁我都有玩攝影嘅，咁我自己都有喺屋企度擺一張我之前去瑞士嗰陣時影嘅，覺得影得唔錯嘅相啦。咁一般嘅牆身都可以用掛鈎啊、無痕釘去掛畫啦。如果係會諗住經常要換畫嘅話咧，都可以用一啲掛畫嘅路軌啦。最好掛嘅高度咧就係呢個視覺中心，大概係1.5米6左右啦。如果你係一幅大嘅畫咧，可以選擇掛或者係放喺電視櫃上邊，或者層板啊，或者係放喺啲地上邊啊，都係會有一啲好強嘅 focal point，簡單實用。如果係有好多幅畫要掛嘅話咧，就主要可以分為水平、垂直、網格同埋自由式4種嘅排列方式。水平排列咧就比較穩重啦，適合啲牆身闊度會比較長啦。垂直排法咧就可以放大你嘅成個空間感嘅。網格嘅排列咧就可以放到唔同尺寸嘅畫，又可以令到你啲畫咧又睇落去好整齊有序。自由式咧就可以將唔同灰色嘅排法排埋一齊，但係又有一種活潑自由嘅感覺。咁記得啦，如果你咁多幅畫組合埋一齊，你都先剪一支紙喺牆上面模擬一下先至再做咯。如果唔係，你掛到一半先覺得唔啱，咁就覺得好麻煩啦，拆翻落嚟。咁畫框同畫框之間嗰個間距咧就保持翻5到8 cm 左右啦。第3樣就係保持你屋企家居嘅乾淨同埋整齊，就係最平同埋最簡單去提升你家居氛圍嘅一個方法。
你哋可以成日見到網上邊一啲好靚嘅室內設計風格嘅相啊，或者影片啊，其實佢哋事前都有好精心咁樣去執過，先會俾你哋睇到佢哋咁靚嘅效果，而且咁簡潔同埋整齊嘅環境咧，都更容易咁樣可以令人喺呢個空間入邊去得到放鬆嘅，唔係就好似咧坐喺個垃圾堆咁樣啦。咁就記得啦，你啲鞋就夠用就好啦，就唔好揸晒佢入去，排翻整齊佢。多咗嘅就睇下擺翻好佢，或者擺去第二度，或者掉咗佢啊。係啊，又係掉。玄關方面就擺翻啲托盤啊，或者掛鈎咁樣啦。可以擺翻啲鎖匙啊，一啲翻到屋企嘅啲小雜物，衣櫃換季衣服咧就放底部或者放翻去床下底咁樣啦。餐台茶几上面放超過2日又冇喐過佢咧，就幫佢揾個新嘅屋企啦。電線就用啲魔術貼或者收納箱去將佢去綁翻好啦。咁我自己電腦台下邊就有買個架啦，去將啲拖把啊、電線啊咁樣啲收晒佢喺個台嘅下邊嘅，咁就唔使話令到個地面咧就一大堆電線啊、拖把啊。咁收納嘅方法有好多嘅，可能你哋都會有更多好嘅方法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今集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希望可以幫到你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。喂，啱先唔見你嘅，去咗邊啊？冇，我見你 channel 都幾多嘢睇，即刻返去訂閱咗啫。